24个小时可以办。3只筷子，哦，筷子见没有？筷子见没有？拍了拍嘛，你手机拍嘛。这样看就挺好。你手机哦，我这一直在拍，我一直在拍。这边小了也不认真的瞧啊，再小了就再小了就顶上要进奶茶。过俯卧撑，这个小就开始了哈。稍等一下，放不掉。哎呀，不要拍一半，那我们学一下嘛。完全不要嘛。我们你放一下，我们这样好吧？开始了，家人们，咱们点在往上冲。现在先带一下。就是他把我的镜头给挡住了。作弊，这就作弊的行为。现在才带。哎，你笑一下。不能笑。笑。哇塞，很好看！我的妈！他在练习，他扎西在前面带，这儿把扎西拍进去。哦，不，还没开始，再练习一下。走了不拍吗？谢谢送的玫瑰花，谢谢。他们在练，啊，做会了。这么快就可以了？这么快就可以了？这么快？对，这么快就可以了。帅哥，这个在哪里？这在高新酒金湾洲区旁边有个天气场。快完成了。鼻子别吃，鼻子不通畅。他那个是硬做的。再练几次就好了，那差不多了。练多了的话也。我前面是吧？这边挡着他哟。手机可以拍，我4个都要拍。那发短的发上去。他在直播。哎，他在直播。低一点。看得见吗？谢谢，看到长青了，看到长青了。求你们笑一下。笑起来嘛，笑起来多甜蜜。笑起来阿妹。笑起跳多好的。哦，笑起跳，哎，人家拍视频你不要笑。好。这就不要了噻。这结束一点。
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我走了。好好。看什么？看什么？连站走下，真想给等不等吧？还有2个现在会跳吗？那个会。有时候带个长的。 70两百，70。我这个好看。我刚刚你们2个错了，第一点。后面刚刚要结束的时候，就最后一多少？这个好看不？这个跳吧，你们看。这个我会，对不对？哪个？这个。扎西穴，扎西穴，但是前面带一个嘛，秋扎西穴，你给他学扎西。我等他带。你帮我拍视频。啊。确定。去这个附属命令就给他咱们那个在车子旁边。啊！干嘛？啊！那先带一下。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走一下，专门点赞或者走一走，谢谢大家，感谢，欢迎重新说。往前面走嘛，往前面走。点关注。往前面来，前面来。往前面走。